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到维京透早呢，这玉山气象站合欢山的武岭、桃园拉拉山，还有关雾国家森林公园这些所在，都因为这低温加上水汽有够拢有伫咧落雪。要若在今暗时呢，又有一阵这强烈大陆冷气团来到位，强度真有可能是到这寒流的级数。不过冷空气是较打湿，拜四开始呢，冷空气减弱了后，各地头就会当看到日头啊。 宜兰太平山的蹦蹦车背景是有够水的雪景，就敢若伫个囡仔国的世界内面。伫个白色对比之下，车身看起来是搁较影目。吹向山中开始落米雪，暗光照的雕像看起来就敢若伫顶悬，也一盏唐僧共款，互游客是看甲足痛的。 咱们来这对来这拄着雪，较兴奋的。今日大陆冷气团发威，低温水汽真高，各地山区拢开始落雪。海拔差不多1500公尺的桃园拉拉山变作银白世界，有够水的雪景嘛，互白云山庄的游客是痛甲，就算是冻甲冷叽叽嘛爱耍雪球，无得对雪地内面的脚印向前行。另外海拔的关度，共款是无到2000公尺的关雾国家森林游乐区，眼前白苍苍。 都亲像去雪国冒险。那这一波强烈冷气团带着水汽，关渡地区在凌晨下起了3月雪。那现在的温度大概是零下1到2度之间。那目前林路步道雪的积雪厚度也大概有4到5公分。 新竹尖石乡新光国小的运动场，嘛互白雪规个砍掉，宣布拜日天候一天。玉山气象站透早上低温是来到零下2.6度，涂骹就敢若穿白色的地毯同款。地东的嘉明湖嘛在落雪，变做敢若人间的仙境。石头顶悬都敢若垫一顶白帽啊，互山友一直话讲运气介好。合欢山的武岭和梨山拢出现3月雪美景，富士山农场的澎湖厝就敢若夜唐僧同款，天地嘛变作银白世界。3月份在台湾高山容易出现0度以下低温，只要水汽配合就很容易下雪，这在台湾来说是正常的。民众唔惊寒，嘛要来看美丽的雪景。不过一波一波的冷空气是一直来，拜日暗时，阁会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来报道，强度有可能到寒流的等级。不过这波冷空气偏大，对拜四日时开始冷空气减弱，各地都会看到日头出来，渐渐会开始变温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